自己也不愿意讲话，但是有几个小孩子啊，一定要我讲话。我要不讲话呢，他就要哭了。因为这个关系啊，所以说几句话。我今天想要说什么呢？我说一说我在香港，这是大概都有30年了吧。在香港有一个张景记，我的名字叫张玉该。以前呢，在2次大战的时候是贩卖假药发的财，不但贩卖假药，而且还把他伙计嘛，在一个船上把他伙计推到海里去，他吞这个所有的财产，于是乎就发了大财。那么究竟有多少钱呢？没人知道。可是钱是财发的果报也就来了。什么果报呢？就生了炎症病，生了 cancer， 生了 cancer中医西医都治不好的。香港最大的六医生断定他在100天之内一定死的。那么这样呢，他就求救命要紧。于是乎就在华侨报纸上公开登广告求救命。谁要救活了他一命他就捐出20万块钱美金来照样。这样也没有人救得了他的命。那么以后呢，在佛教讲堂有个叶居士，叶国庆居士，他们介绍他来见我来了。介绍他来见我我说你这个病100天一定死的病，可是你要做多一点功德我就会叫你活了，100天不会死的。那他说怎么样做功德呢？我现在在大陆跑到香港，这个逃难的和尚有2000多，你和他们来普通结缘，每一个人布施给一批花旗布，令他们可以做2件袍、2件长衫、2套裤褂那么这个一匹布，然后再拿出20块钱来结缘。我说你要能这样做，我担保你一定不死。他说可以的。我说你那么还要皈依三宝。这皈依三宝你看哪一个法师有道德，和你有缘，你就去皈依哪一个法师。你这样说了，他回去了。回去过几天来说这个普通结缘，他也都答应。那么这个皈依三宝他就要皈依我。我说你皈依我是没有什么道理。过
在打皈依的时候，他看见观音菩萨来用甘露给他灌的。皈依完了之后，当时他也没有再往那发什么心，于是乎在香港这个有个东林念佛堂，那儿有一般的出家人，就听说这件事，知道这张玉该很多钱，于是乎就人托人，亲戚托亲戚，打听了谁和张玉该是亲戚，谁和张玉该是朋友，那么就人托人，亲戚托亲戚，就把这个张玉该拉到东林念佛堂去了。东林念佛堂这个法师叫什么名字呢？叫净西，就是以前呢在东北叫如光的那么因为在日本的时候效忠日本，那么日本投降之后改名字叫净西。净西他是常常往东跑，什么东呢？这个东就是东方。东方是什么呢？东方的金银珠宝很多。那么一听这个张玉该有钱的，就把他拉到东林去。拉到东林告诉这个张玉该说，这个净西就是渡轮的师傅。你信的师傅比信的徒弟更好根本这个净西和我和这个渡轮风马牛不相及，也不是师傅，也不是徒弟那么我出家的时候，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出家以后，做了一个穷和尚，他更看不起我。等到了香港，那么这个听说张玉该皈依我，拉去说和我是有师徒的关系。张玉该一听，这师傅一定比徒弟道深就在东林那儿就做功德，究竟做什么功德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打听。那么介绍他到东林是谁呢？第一个就是有个李荣生的太太和这个张玉该是亲戚。李荣生太太又介绍一个林霞安居士。林霞安居士是善财行的老板，做了很多善事，就介绍张玉该到东林去了。去了8年，过了100天也没有死。经过8年的时间，那么没有死这张玉该在我那儿所发的愿他已经忘了。我修到雨山他叫工人给送200块钱去，我把这200块钱拿着给掉到我外面去都像雪片似的飞。我等张玉该给他8年，他也不做不满他的愿。那么由今天开始，以后他再有什么问题我就不管了。说过这话之后，没有2个月的时间，他看身体就发作了，
接着也就是看3病，跟看3病没有几个月就死了。死了，这个李永生的太太也生cancer，在什么地方生cancer呢？在舌头上，因为他这个舌头啊，就说这个定西是我的师傅，那么我是定西的徒弟，这么的大王女，所以在舌头上生cancer，不久也死了。死了之后，这个定西也生cancer，定西法师这个定西法师做过国王的国师的，康德皇帝都皈依过他。那么定西也成了cancer了，各处佛堂给他祈祷，这地方念地藏经，那地方念天藏经，那个地方就念人藏经那个地方就念大藏经，那个地方就念小藏经，这个经都念遍了，佛也念遍了，功德也做了不知多少，每一个佛堂都给他做功德，可是还是cancer，一点也不好。这样